上前到早，关收看今日10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中国军机最近直透飞来咱台湾扰乱，昨早阁有2架中国军机飞来咱的西南空域。若即摆毋若飞尔，因阁有放调，讲咱是台湾地区。为着要反制中国的军机直透来乱，咱的空军伫这个月卖伫西南外海操演3天。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7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 ADIZ， 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台湾地区，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进行例行训练，请不要干扰我正常行动。中共军机自9月中以来，持续侵扰咱空域。初7透早5:20，中机更加正罕见的发挥回应，叫咱是台湾地区。国防部长官得发伫初7证实这件代志，希望中共唔通破坏现状。中共在西南空域的袭扰跟侵入，呼吁中共当局要有节制，共同维护我们台海的和平跟安全，不要改变现状。国防部伫官网公布初7侵犯咱西南空域的攻击动态，也第一遍增加中英文版本。根据资料，国军今年派遣空中战训兵力4132架次，海上精顺兵力7531台次，拢比去年悬正多。总共出动2972架次的舰舰炸弹，成本新台币255亿。另外，咱海军伫10月初9、22甲27，要伫西南方外海空域做实兵操演，沿军区我军攻击侵扰区。原则法讲，这是年度例行训练，无实弹演练。对攻击最近侵扰咱空域，国防部认为，中共有可能是为着要威胁南海防空识别区做准备。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这个空域进行海空军的联合军事操演？中共的南海防空识别区的划设，就紧邻我们的中线的南端，它有可能是为了未来划南海防空识别区的铺陈。对于邻近国家的一个宣示意味较为强烈而已。它如果划设在东沙附近，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华民国。香港南华早报今年5月就办报道，中国伫最近准备要威胁南海防空识别区，可能涵盖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到即卖也未正式规定。军事专家讲，若中国甲南海防空识别区延伸到咱东沙岛内，甲咱国防空识别区相他，对咱的威胁上大。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美国来关心美国总统大选，以及一场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伫台湾时间今日早起9点钟的举行。美国的现任副总统潘斯甲拜登的副手、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会做伙辩论。辩论是伫盐湖城犹他大学举行，舞台透明的架板拢已经穿好势，嘛有做好防疫措施。两个人会离3.7公尺，中央有透明的架板。辩论的时间是1点半钟，现场有开放100个学生去看。因为头一场的总统辩论乱七八糟、花高高，互美国人是真失望。若这场辩论，因为2个副手的候选人拢是高手，喙花拢真来，立场嘛真强硬，外界预期讲应该会真精彩。美国近摆拄着总统大选，买枪的人就变多。今年加上有反种族歧视的抗争，买枪的人佫较多。无分黑人、白人，大家拢买枪在保护家己，所以即马一支枪贵2倍。伫美国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森市郊区的这间靶场，有真侪人伫咧练习射击，真侪人是第一遍买枪，第一遍开枪。I mean, people don't feel safe. You could see in different cities where police are not allowed to go and protect the citizens. So, yeah, I mean, I can definitely feel like new gun owners are doing that for defensive purposes. 第一遍买枪的66岁杜马斯，就是因为安全的关系，说服因翁最近来参加射击课程。I guess it's seeing what is being televised right now as far as the violence, the destruction that's going on in many inner cities right now. It's really sad. 伫过去若拄着大选年，美国的枪就卖了真好。今年佫拄着疫情，又佫发生反种族歧视的抗争所产生的暴力事件。统计显示，伫纽约今年谋杀案就比去年同期增加4成。枪击案增加超过9成。有一位40几岁白人男子就讲，伊伫2月底疫情发生的时阵，听讲有真侪人会无头路，治安可能会变歹，就买第一支枪来保护家己。
要看到不同的新闻，感受到中央加地方对立的政治气氛，如果买第二支枪，业者也讲最近枪是无啥到位。 The latest number is stating about 5 to 10 million new gun ow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those are definitely increasing. That has definitely caused a shortage of both firearms and ammun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即马真侪人要买枪，枪的计数也开始起，报名靶场射击课的人也增加。伫咧买枪进前，要先通过背景的审查，摕到有枪的执照。这个程序伫咧过去要开半年，即马有一寡所在就要等14个月才摕到。 验过敢真正买枪就会安全，可能每一人的看法拢无同。记者综合报道。介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24节气热的寒露，天气会愈来愈寒。若今仔日的天气，因为雨水较减，天气较干燥，所以日是有较热，早暗会较凉。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日咱受东北风影响，伫这方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云会较高，有局部阵雨。若过昼了后，伫南部的山区会落阵阵雨。温度方面，各地早暗会较凉冷，低温大约是22度到24度，日时暗时温差有较大。另外，中度的风台冲锋行去日本未来咱台湾，暗过伊的环流会甲北边的冷空气引进到台湾，所以风会较透，嘛会较寒。 今年咱台湾拢无风台，海水库嘛咧欠水。经济部有开科幻应变会议，讨论用水的问题，决定对10月14开始，伫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这4个县市，伫半暝水压会降低。 全台湾的水库水情有经报有，今年真少看风台拢无来，加上中秋节落雨不如预期，水利署早起召开科幻应变小组会议，决定对14开始，包含桃园、新竹、苗栗、台中4个县市，水情定好转水黄灯，要开始实施一阶段限水的减压供水。另外，科学园区甲工业区也加强节约用水误拍。透过减压供水，可以减少自来水系统的漏水率的降低，以及相关的节约的措施。那我们预估可以省下3到5%的这个水量。 根据水利署上新水库水情资料，截至下晡4点，翡翠水库有效跳水率敢若剩4成8，石门水库大约4成4，另外闸门水库敢若剩3成4。全台总共13座的水库水位是继续下降，其中北部地区上界重要翡翠水库有效跳水率是17年来上低。 也是水库盖水库完工以来第2库。那目前的水位大概是近17年里面来比较低的水位。受到极端气候影响，5月到10月洪水期的落雨量是往年平均一半。根据中央气象局预测，未来半年落雨量，10月、11月要方面，有估雨量正常，22月雨量正常偏少。明年1月到3月受到反性影现象影响，春雨恐惊也偏少，无确定性悬。 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这段时间又没有比较明显的降雨11月底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个措施会出现，还有到明年春季的这个降雨的一个评估，目前看起来其实是相对的非常的不乐观。 气象专家表示，到年底之前，依然有风台形成的机会，不过要带来较大的雨势，除了登陆台湾，也加东北风产生强风效应，才发导予水库跳水率上升。水利署表示，下摆科幻应变小组会议预定14点开，随时检讨水情，调整限水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 因为每年美国猪肉要进口，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昨昏伫立法院报告饲猪产业100亿基金的规划，其中有77亿要摕来做产业的升级，有28亿要摕来保障猪农的收入稳定，会分4档来执行。来关心联合报，农委会水保局台中分局的官员涉嫌集体受污洗接受交替，检方调查了后，即马台中分局的秘书杨彦山防收押。 有5个人互交保，农委会强调讲，涉案的人员拢已经调职。验过联合报最早是发现讲，即马报讲有2个分局长虽讲互调职，啊，毋过颠倒是升官。来看《苹果日报》，两岸的局势即马较紧张。国防部长严德发昨昏是表示讲，后备战力会做改革，除了成立防卫动员署，后备 教调嘛会对资本2年1摆的训练，一届5天到1礼拜，改做1年1摆，1摆2礼拜有14天。一日的薪水嘛会加1倍半。若是定案，未来中防调14天会当领到14700块。
来关心咱国内昨昏阁新增加2例带病入境的确定病例，是对爱尔兰甲印度入来的。另外，对咱台湾出去的确定病例，即马嘛又阁增加。伫日本有出现3例，伫法国有1例。不过，咱疫情指挥中心是强调讲，咱台湾的社区也是真安全。国内新冠肺炎病例搁再增加2例，拢是境外移入。案例522是本国籍20外岁女性，去年10月去爱尔兰工作，今年10月初时入境时无症状，第2天进行自主检疫时才出现发烧，规身躯筋肉酸痛，采检了才确诊。案例523是印度籍30外岁男性，工作来台湾，持有登记前3天内阴性报告，入境到即阵无症状，自主检疫14天结束了后，因为工作需求自费检验才确诊。经过调查发现，个案内台进前捌在印度接触过确诊者，这也是国内头一摆看到爱尔兰甲印度移入的病例。他的 IgG 有阳性了哈，然后 IgM 阴性，那当然是比较有可能是他在至少3周以前就已经有感染了啦。另外，咱国最近就小指着日本甲法国官方经由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对口 IHR 通报，对咱国出境到日本甲法国民众检出新冠肺炎阳性，分别是日本3例、法国1例。不过3名个案伫台湾接触者总共列出74人，应该采检34人，核酸甲肺清抗体拢是阴性，显示台湾社区也是真安全。他的任何接触者都没有带病毒，也没有产生抗体，我们实在找不到我们社区里面什么地方有问题啊。日基有领导考虑，指挥中心也放宽自主检疫甲隔离者申请出外分送，也是探视条件。申请者必须是无症状者，在第1到第4天采检报告阴性，而且采检日2天内申请出外。第5天了后出示阴性报告者，3天内得应申请出外。好，那进来我们看这样的制度也是比较稳定，那也还是仍然有这样的一个奔丧跟探病的需求。另外，随着国际疫情上升，指挥中心也宣布，把斯里兰卡油价风险调整为中低风险国家，马来西亚是有中低风险国家移除名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也在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3600多万例，死亡人数超过105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2例，目前咱计共523例。中国的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有5000多例，伫日本是超过87000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776万例，印度超过675万例，巴西超过496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87万例，伫法国超过69万例，英国超过54万例。根据法新社的统计，欧洲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长在增加，10月初7确定病例已经超过600万例。上较严重的是俄罗斯，有124万例。死亡人数第2悬的意大利，即马是宣布讲要延长疫情的紧急状态，而且伫户外一定强制爱挂喙罨。那苏格兰甲比利时疫情嘛反苦，酒吧、餐厅即马袂使做生意。那捷克过一日新增加病例，头一摆超过4000例。警察远远看到2个人无挂喙罨去甲口控。意大利政府伫咧参众两院投票通过了，初一宣布延长疫情紧急状态，实施全国性户外强制挂喙罨的规范。违反规定，上悬罚1000欧元，差不多代票33700。伫过去9礼拜，意大利的感染案例持续增加。加强防疫是为了要避免若个封锁造成经济损失。Di prorogare lo stato di emergenza al 31 gennaio dell'anno prossimo. D'ora in poi bisogna portarli con sé quando si esce di casa e indossarli. Indossarli in ogni caso a meno che. 苏格兰疫情清悬，初一提出上新的防疫措施。格拉斯哥甲爱丁堡所谓酒吧自初国开始停止营业16天。餐厅、咖啡馆的室内区，将在伫严格规范下才能做生意。这个人提供食物，未当有酒精饮料。这是因为苏格兰自9月中以来确诊人数继续增加，初一天就增加1054例，大部分拢集中伫咧中部地区这2个城市。I work in hospitality as well, so it's obviously going to affect my job as well, especially if there's no alcohol during the day.
比利时布鲁塞尔为了要掌控第二波爆发，伫春节宣布所有酒吧、舞厅、餐厅关一个月，10家催确诊比例比前一礼拜增加57%，自平均每天的1570例增加到2466例。另外，结果伫咧初六创单日新增加确诊新冠的4457例，是疫情以来第一遍超过4000例。法新社统计，欧洲伫咧初7的总共确诊比例已经超过600万例。真侪国家目前是伫咧对抗第二波大爆发，确诊比例所上侪国家是俄罗斯，超过1248000例，有21800人死亡。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2020诺贝尔化学奖，今年是由美国甲法国2个咧研究基因编辑的女性学者做伙提奖。这2个学者是开发基因编辑的新方法，大大改善生物医学研究，嘛对疾病的治疗有贡献。这2个学者嘛是台湾2006年东奖星期医药奖的得奖人。那宇宙内底的黑洞、黑空，一直是天文界真侪人在研究的主题，甚至是有人要证明讲黑洞真正存在，而且嘛强调伫银河系的中央就有一个大黑空。2020诺贝尔物理奖就颁予3个专门在研究黑空的学者。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的同时，虽然也预测宇宙中黑洞的形成，也毋过爱因斯坦家己也对黑洞的真实性有疑虑。一直到爱因斯坦过身活10年了后，1960年代，当时还阁真少年的霍金甲潘罗斯，就证明宇宙中存在某一个点，会互物质被集中压缩。大约伫同一个时期，每一个科学期间甲研讨会上开始大量出现黑洞这个词。科学家认为，黑洞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宇宙形成初期大质量星星的动力崩落了后，小天线吸收4个位的各种物质，也是宇宙演进一定的过程。过大约30年，自1990年代进入到21世纪，德国天文学家根泽尔甲美国学者集资，分别带领研究团队找到林马座 A 行星附近可能存在超大型黑洞的证据。林马座 A 离地球大约26000至27000公里，也就是讲，这个黑洞是离地球上近的超大型黑洞，也将为后来天文学界观测超大型黑洞的上好目标。We call supermassive black holes, which are 1 million to 1 billion solar masses, which are located in the centers of Milky Ways and grow over time. Initially fast in the early universe, and then slower and slower as the universe expands. Black holes are important in all sorts of ways, which I think are becoming revealed only relatively recently. Certainly in the formation of matter, galaxies and things are very dependent on the black holes in their centers. 2017年，人类头一摆翕到编号 M87 星系附近的超大型黑洞，到去年头一摆接到测量动力谱发现黑洞合并成更较大的黑洞的证据，更加进一步证实黑洞形成过程毋那集中。天文学界指出，当初甲潘罗斯同齐研究黑洞的霍金，已经伫2018年过身，无缘见证诺贝尔奖的肯定，也算是今年物理学奖项的遗憾。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川普拜二出院，白宫的医生是表示讲，川普已经1天拢无症头啊，而且有4天拢无发烧啊。白宫嘛宣布讲，川普已经伫昨昏转去到办公室办公啊。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伫全世界国家也咧传。美国嘅疾病管制预防中心是证实讲，伫特殊的条件之下，病毒确实有影会当透过空气来传染。也毋过嘛强调讲，这款案例真少。来看咱驻印度代表处今年转换国庆，庆祝国庆的方式，甲印度电视台合作做国庆专题播送，下暗会来播。除了是小解，咱台湾有真侪项成就，印度的官员甲领袖嘛会讲到两国的合作。来关心东山会，昨昏针对妇联会的美玲楼甲土地总共价值10亿5千万的财产进行听证定书。妇联会是强调讲，美玲楼是对民间捐钱的捐款来买的，是受宪法保障的财产。
这栋高站楼悬起伫咧台北市林森南路19号，挂壁大粉红泰路的大楼，就是妇联会伫咧1996年由妇联社会福利基金会用6亿买土地，伫2005年开4亿5千万起的美玲楼。即阵东山会调查认定美玲楼的建物含土地是妇联会不当取得财产的现有的利益品，伫咧初七是举行听证定书，不过听证会还未开始，妇联会代理人施立彬律师是先出声质疑听证有定书问题。妇联会有取得不当财产这个争议呢，目前还在法院审理当中。按照贵会所发布的这个应行注意事项，是不是贵会应该要停止这个听证程序？那就今天的美玲楼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事情哈，它其实是一个不同的事件的一个认定。就本会而言，认为并没有其他的厘清的这个需要。东山会认为，计供10亿5千万的土地含建本，那准讲真正是妇联会用经济扣来的税关所起的，就爱没收，正做国有。不过妇联会主委雷晨是反对这款的讲法。美玲楼并不应该被党产会来没收，因为第一，上位前提概念，我们不是国民党的附随组织；第二，在捐赠的部分，劳军捐款是民间爱国进军、自动自发的运动，我们所受捐的部分，并不是贵会所谓的不当取得财产，而美玲楼是人民的财产，我们认为它受宪法财产权的保护，不应被贵会没收。雷晨强调，并无所谓的不动动产，妇联会资金是进出口工会和民间自由管的，并不是政府的税关。东山会表示，后续会继续调查，才个决定是不是要举办第2摆的听证定书。记者阿敏晶、夏桂林台北报道。高雄市长陈其迈上日昨昏是头一摆去市议会，针对桥头科航空区青年就业以及空气污染改善的计划做施政报告。也毋过昨透早，就有真侪人等伫市议会的门口口，有的是要抗议美国猪肉，有的是要争取劳动权益。马鞍乡镇高带大批民众徛伫高雄市议会门口抗议美猪进口，要求高雄市猪肉零检出。中共运动工会成员也来到现场抗议劳权问题。也毋过市长陈其迈心情无受影响，态度自在，伫议场等待做施政报告。对于我们未来台南、高雄成为这一个半导体全世界最有价值的这个半导体产业聚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可以说是不仅是高雄，而且是台湾对于半导体产业这个发展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陈其迈讲政策讲到超过时间，也毋过拿赢无咧信伊迄套，早起党团联合质询，准备真济道区，要求陈其迈将对美猪进口的态度讲清楚。你未来如何把关美猪？而且你说各级学校都要用美国，都要用这个台湾猪，你如何能够分辨？那遐议员讲较激动，甚至直接来到陈其迈面前，要求签署声明书，那俩议员一度爆发冲突。比国拿亚的态度强硬，同款是讲美猪，另亚议员明显对陈其迈较优先。瘦肉精的猪肉进来，我们该怎么样来做配套，让所有高雄市民知道说，我吃这个物件应该按怎规范？民主的社会，你要吃唔吃，你家己决定。怎么会要求市长讲你要吃无？美猪明年1月就要进口，民进党为过去的反对派变成即马引进美猪的执政党，这恐惊会予历赢执政的县市首长伫议会会期一直会面对在野党的质疑。记者综合报道。因应国家空中救灾的需求，咱有向美国采买60架 UH-60M 乌鹰直升机，国防部有85架予空勤总队要摕来做救灾的使用。其中有9架伫民国106年就已经在开始服务，若尾这6架伫10月初7有对美国送到高雄港。未来这6架会放伫高雄甲台北的上山，要强化空中救灾的量能。这6架乌鹰直升机有加装头前的视野红外线热相仪，也有夜间的探索灯，也有气象雷达、卫星通讯等6项装备。昨昏送到高雄，未来会加入空中的救灾，3架会搬去台北的上山，有3架会留伫高雄。若是加上台中、花莲、台东，目前各有9架，等于是咱全台湾
北、中、南、东会救灾乌蝇直升机的部署就已经完成啊，要保护咱国人的安全。来关心台北市的内湖东湖国小附近的变电箱，昨昏6点半发生爆炸，结果造成规条街仔路大停电，影响3000多户。台电调查时发现讲，这毋是变电箱爆炸，是电线故障弹出来发出的声音。伫暗时8点半时，就拢已经修理好势。规条路乌麻麻，连车顶嘛无，拄好是下班时间，车人全部拢汇做伙，真侪警察伫咧指挥交通。台北内湖区东湖国小附近，伫初一暗6点半左右，民众时先听到几路声乒乒叫的声音，了规条路拢熄电。就是一开始就是一直蹦蹦蹦啊，大概有20-30次，然后后来它最后大概是4-5次那爆炸才大区停电。今天这个爆15声以上。还好，很幸运，没有人在电箱旁边。如果是在电箱旁边，一定死翘翘。我没办法营业，赶快收回家了啊！附近包括东湖路、五分街、康宁路3段、康乐街、安康路附近，总共3361户无电。本来听到爆炸的声音，当好就是讲电箱爆炸。不过台电人来抢修了解说讲，是台电康宁变电所地下开线开关接头故障断开的声音。初步的这个判断是这个开关的接头有故障，好，那他现在已经在抢修当中，他现在可能就是说会把这个负载先切开，啊，先让这个故障的开关完全隔离。伫抢修了，初一暗8点半全部拢恢复供电。台电对停电造成民众的无方便表示道歉，不过真侪业者的生意拢受影响，提早休困。有当地民众讲，这毋是头一遍，也希望莫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寒天进入空气污染的季节，环保署昨昏开应变会议，今年嘛甲民间烧土团的店长，在做空气品质无好的时，袂使烧土团，爱受管制对象。每年到空气污染的季节，中部空气品质恶化时阵，各界拢讲是台中电厂，也毋过区域性的空气污染防治，袂当干那靠单一电厂降载。环保署公布今年的应变机制，头一遍纳入民营的煤寮电厂配合降载。卖电发的电是并到台电的电网里面去的哈，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台电可以去要求它降低在空品不良的时候的这一些的排放。学者认为民营电厂降载有助减少空气污染，关心环境议题立委是认为讲应该扩大到更较侪民营电厂。那这样是非常好，也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因为卖电是民营事业嘛，它跟台电有购电合约，那过去的购电合约基本上都是满载。它这3个机组配合降载的话，它效果应该至少等同3个台中电厂南煤机组。麦寮电厂降载其实是早就要做了，但是还有很多是气电共生，其实也要降载啦。若是煤寮电厂配合降载，台电是毋是也爱支付晚载时阵买电的费用呢？台电表示无方便回应。煤寮电厂强调，早伫2年前就开始配合云林县政府的要求，伫空气品质不良的时阵降载。降载当然会造成发电收入损失，但是强调这是企业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花莲万荣乡文庄开发区创全国大省，依照原住民基本法，先问过部落同意才进行开发。不过，这个计划伫民国104年就提出开发申请，公文来来回回，甲大陆也未动工，互当地族人感觉有够合。为着要了解万荣温泉开发案是安怎一直无法度动工，万荣部落的太鲁国族人特别前往议会，邀请县政府相关单位列席说明，是安怎兴办事业计划会一直退回报件。你说公所未晓办，是毋是有单位会当辅导？我们县府到底有没有把一些事情做好厘清跟准备？那这个案子经过了近5年，那新办事业计划到目前都还没有通过。公所不足的地方，那是不是县府这边变主动的方式来告知他们，是说要怎么做？万荣温泉开发案是伫104年开始申请，106年10月通过部落会议动议，但是属有敏感的所在，公所对相关法令限制嘛经验无够，所以计划一直被退件，最后错过审查期限。前一期因为这个用地跟新办事业计划花了很长的时间做6次的修正，所以没有能够在前一期完成，所以万荣乡公所自己主动函报县府，再报中央，
把这个前一期的计划撤销。依照县政府的资料，公所用32个半月修正计划书，县政府用5个半月来审查，互部落的族人感觉伤寒啊。计划书的内容，部落人力培养也拢被删除，改做公所派员管理，已经违背原计划的精神。这个案子如果是经过部落的咨商同意权，它的精神就是要跟部落合作。那这个计划修到后面没有了部落，那它是部落咨商同意权还是公所县府同意权？县议会强调，万盈温泉是全国头一个依照原计划得到部落咨商同意权的开发案，中央拢总补助地方5045万，10%的经费由乡公所自筹款。若说确认无需要搁补件，县政府一定10月底会通过这个计划书。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高雄又搁发生有警察食酒塞车的案件，这个是六股分局的万山派出所的所长，伫初六暗伊食酒了后塞车，甲一台奥多麦相 A， 虽讲双方有和解，也毋过这款歹带头行为已经互调职，嘛互送法办。这只奥多麦打势翻头，就去后壁骑真紧直行的奥多麦弄着。警察接到报案去现场处理，才发现讲弄着人的起诉竟然是熟悉的，而且酒测达到0.99。酒驾与民众发生车祸那本案除一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之外，并加重惩处记忆大构调整服务地区。涉嫌啉酒骑车弄着人的是六股分局万山派出所姓吴的所长，伊初三才伫咧人面前抛出甲高雄警察局长刘碧龙的相片。初六尾仔就发生啉酒骑车车 A 的事件。虽然甲互弄着的民众有和解，嘛去互调职处分，不过这已经是高雄市今年第5届警察啉酒塞车的事件。我自己是执法人员还这样知法犯法，这样对，就不太好。这些的条规他应该很清楚，可是他却自己没有这样做没有做到这样子那怎么有办法去说服民众能够去接受这样的事情？一颗老鼠屎坏一锅粥因为警察的记忆力应该都蛮不错的，可是就是会有一些害群之马。为了阻挡这种情形搁再发生，啉酒塞车的警察除了考绩是丙等以外，高雄市警察局去年还搁实施啉酒塞车的警察，逐工爱排8点钟指挥交通的勤务，而且袂当报加班费来做处罚。因若即马看来效果敢若有限，嘛互警察局长刘碧龙是真无面子。身为干部，不能以身作则，我们相当遗憾。那当然，我们也马上从严来追究他的行政责任。虽然啉酒塞车的警察每手拢有受到处分，甚至是调职，不过警察也是执法单位的第一线，若无加强纪律，真做民众的模范，恐惊真恶，互人信服。记者综合报道。那中华地检署是抓到一间有牌的废弃物处理业者偷倒上万吨的废弃物，伫中华、南投、台中拢有伊的本所，即马嫌犯已经互收押。怪手伫咧空地仔遮，伊就挖落去，挖到一大堆的废弃物。中华地检署接到民众检举，讲丽水乡嘉禾美林空地仔，互人带真侪废弃物。经过半年调查，发现违法倒这个废弃物的规模更加多，废弃物有上万吨。乱倒的所在包含中华县、南投县、草屯镇、甲台中外部区。不法的营造业者勾结、签订虚伪的买卖合约、运输合约等资料，那初估弃置的废弃物高达上万公吨。检方调查到源头是同一间合法的废弃物处理机构，以1吨2000到3000这费用，向其他业者收取玻璃纤维废弃物，却是无依法回收搁再利用，反倒当签假买卖运输合约，结果将废弃物交予环保中人4区的10拨人，委托其他业者乱带也是甲添起来。本案经检问讯问后，认为环保部犯罪的前客屈某以及处理机构跟相关的运业者负责人等6人。设有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检方侦查了后，约谈4区的主嫌甲4楼的负责人这6个人到案，审问了后，其中4个人承认犯行。第4区的主嫌和检方申请羁押，也得到法院裁准。检方也协助环保机关加强管制后端的处理甲废弃物流向，并且督促业者完成废弃物的清理，避免搁再污染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地方好上头，咱来看甲邦船塔塔拉是红头树达悟族人上届传统的工艺。2010年时，红头树的族人捌起一只大只甲邦船拜访客，用18天的时间过船对红头树到台北。
即马这只船啊，甲这段过程当地做电缆。达悟族的勇士穿传统的服装丁字裤，跳独特的精神舞，展现出伊英勇的精神。替对日出之地，南屿大船拜访号特典开幕表演。对日出之地，南屿大船拜访号特典的主角，18人做的拜访号是马甲网，是东清部落族人自2010年打造的，互人记做是南屿历史上上届大只甲帮船塔塔拉。而且伫2011年的时，达悟族人各拜访号对南屿出发。沿路停靠台湾30个港口，靠族人的智慧甲体力，完成航行800公里的奇迹到台北。这边将拜访号刷去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展览，希望让更较侪人发到达悟族的传统工艺甲精神。这艘船原本我们还是要让它回娘家了，但我们有碍于没有经费，所以我们就把这艘船可能就放在屏东或高雄这边。让它永久给世人看到。芒阿旺这个18人舟的船，难得到来到我们文化园区，能够帮忙让兰屿岛能够可以在我们整个世界上能够看得见。甲帮船塔塔拉对达悟族人来讲，是海上掠鱼维持生活甲祭奠仪式的重要工具。要做出一只甲帮船，除了要有对大海甲天然木材深入了解。嘛是爸仔囝传承工艺甲拓展社会关系重要方法之一。希望透过展览，让民众亲身体验、感受达悟族的美丽海洋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咱讲食老会记地歹，为着帮助时段改善湿地，预防老化，云林古溪即马有一间落地据点，利用食物的芳味来做疗法，结合种花草的课程，希望透过食物的芳味来预防湿地症。不要讲吼，我有种啦。伫咧云林古溪遮的落地据点，利用一寡日常生活当中较直接触到的有芳味的食物，亲像薄荷、倒手芳、高赞塔，也是像当归、肉桂这款的中药，互来到遮上课的时大片，通好刺激因的头脑，想起相关的记忆。这个药咱迄个片吼，有感咱对咱这个脑筋。这就是人讲的芳味疗法，是自古早发展到今卖的特殊医学。但嘛有医师甲学者证明，精油的芳味唔但会使互精神放轻松，也可会当用来改善湿地的镜头。他们以前过去记忆中曾经有过的那个味道，它会刺激我们大脑的皮质里面的记忆。除了芳味疗法以外，这个落地据点嘛安排真侪玩艺课程，或者的时段会当动手变创意，促进头脑甲双手的活动。你做这张啥？伊都我在忙，那非洲的人呢？他们很常的会提到他们之前就是务农的一个种植的一个状况，那也会跟学生分享说他们以前的经验。透过芳味疗法，还有玩艺课程，或者是大想起过去的代志，因也真欢喜伫遮会当甲人开讲，分享经验，通好达成改善湿地、预防老化的目标，成做长期照护的新办法。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农地受重金属污染，经过整治了后该种电。即马是出现全台湾、咱全国头一个造福业者做太阳能发电的案例。这个案例伫中华的环保局表示讲，这是一个创造三赢新的做法。伫中华福兴乡杨仔厝溪北岸0.5公顷的农地铺满太阳能板，102年发现遭受重金属重的污染超过标准。伫109年6月整治完成，解除列管了后，地主甲供电业者签约，同意提供正电。今年9月份已经并联发电，也将为全国头一个。大概有到5分地，然后附近的馈欠是充足的，那所以这个案场那附近也没有遮蔽物，所以就是说，我们就选择这个案场来做我们第一个示范场。光电的投入需要多达7年、8年甚至10年的时间才能回本。他们在年限上一定是一次签约是20年，所以可能有一些农民对于20年这个期限是比较不能够接受的。这个案场每天会当发电17000度，规个中华地区有4.8公顷的受污染农地完成整治并解除列管了后，当地进行正电的作业，110年会当陆续并联发电。因为整治费用是供电业者出钱，政府会当减少支出，农民是出租土地予业者，唔免负担任何风险成本。
光电业者团队他必须要来出资完成农地的整治工作，其实也加速了我们仁彰化县境内的一个万农地的整治进度哈。20年设置期满之后，它整个设备拆除之后，这块地其实是可以再恢复它的一个农业使用。这个看起来三赢的方案，环保署核定计划了后，推动起来确实无简单。中华县环保局指出，虽然光电业者的条件比农民福建有较好，但是时间真长，一个签都是20年，未少人是有疑虑。业者是保证20年了后期满会拆除地上物的设施，将农地还给农民。记者综合报道。有190年历史的新竹东门城，经过东半的整修，最近是甲维里亚拆掉啊，被重新开放。也过有民众看落是屁想讲，这设计愈看愈奇怪，愈看愈亲像蒙阿波。市府是解释讲，虽讲维里亚拆掉啊，也过还未完工。有190年历史的新竹东门城，就在新竹市区内底。去年6月开始动工整修，总算在今年9月结束工程。只是想袂到，早拄开放，就叫民众吐槽，较早较好看，甚至有人讲看起来真亲像传统的蒙啊。你觉得有像吗？有啊，还好哎，这样一看就不会特别的，没有马上就觉得它是墓园，就是要看久一点才会觉得。有一点呢，但不会到马上看就觉得是。为天空顶看落去，城门广场、南马孔，佮加上四周围的树啊，无详细看，佮真正有淡薄仔像蒙啊。对此，市府回应，目前东门城只是配合设计展览，暂时开放，还未完工。那其实这个工程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工，那只是我们配合设计展，设计展完成之后，其实我们就会来继续来努力的来施工。那希望预计是在10月底之前。把整个工程完工之后，来正式的来开放启用。针对民众看法，新竹市政府表示，目前大家看到的只是半成品，新的设计考量到少年人的需求，拍得出10公尺长的灯笼，让民众会使较简单亲近古迹，请民众期待。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文化新简介镜头来屏东的恒春，恒春的民谣唱出乡民的生活是恒春的特色。有一个88岁阿嬷，伊号做陈英，伊规世人拢在唱恒春民谣，嘛会晓编歌词。最近互文化部来做人间国宝，伊食到88岁啊，嘛逐礼拜会教学生做技师，希望甲民谣继续唱落去。伫民谣馆大月琴唱《思乡记》，这班学生有人已经做阿嬷，不过老师的年岁拢比因较大。但因阿嬷已经88岁，有缘逐礼拜出门教学生。要唱这种的吼，实讲的是那介困难啦。你也要顾这个，爱会记这个词，吼会记这词，啊，佫会记这个调。啊，即马调落会下，这个咱的乐琴。思啊，乡啊记。但因阿嬷18岁就会晓唱恒春民谣，伊讲是受到因妈妈甲恒春民谣大师陈达的影响。拢阮老母教啊，因为阮老母含陈达因拢介熟悉啊，久久啊。两工啊，伊就去阮遐，啊，就弹琴去遐唱。阿嬷自细汉就做到编词唱民谣，不过伊是要60岁才学单月琴，开始教学生，已经教20多冬。上难得的是，虽然伊已经88岁，三不五时嘛会创作100多条的民谣歌词，拢记伫伊的头壳内底。我唔捌字啦，啊，我拢用头壳甲喙安尼这。我拢安尼啊，逐工弹一个琴，足欢喜，足健康，足流利，安尼4家去唱民谣，互人听，互人熟悉咱故乡的物件，人生就有价值的。足侪人拢真佩服，但因阿嬷感觉伊愈唱愈少年。即马阿嬷阁有人间国宝的认证，这是恒春的大代志。不过阿嬷拢笑笑啊讲，歹势啦。啊，即马做国宝嘛是就爱教学生，嘿啊，民谣送来呀，把
者陈家军来为做屏东报道。啊，那伫伊朗社会较保守，男女有别，有一寡代志查甫会使做，查某袂使。前几冬才开放查甫会当去参加运动比赛，啊，那最近佫拍跑传统，成立女子的亚当国家队，要代表伊朗出国比赛。头壳顶白彩色头巾，伫咧练亚当的是29岁法哈尼，伊做健力运动已经超过7冬。几多年努力，即马有舞台展现的机会。伊朗政府伫进前宣布开放女性参加官方办的健力比赛。بانوان ایرانی واقعا استعدادشون زیاده. واقعا من اینو مطمئنم که میتونن نفر اول باشن و نام ایرانو ببرن بالا. 法哈尼真有信心，是因为伊举的就练，普通的大部人就2个人做伙才举起来。伫信托伊斯兰教的伊朗，男女严格区别。 女性参加体育活动是无道德，健力训练更加特殊。دیدها به مخصوصا به بانوان خیلی دیدهای مثبتی نبودش که چی بشه آخرش بچه تو باید بزرگ کنی حالا مثلا عضله یکم بیشتر یکم کمتر فقط حالا چاق نباشی این صحبت ها بودش ولی الان نه。 这种保守的想法最近有改变，这甲国际比赛有关系。2016年，埃及的女性亚当选手。 伫咧2月奥运提牌了，互伊朗亚当协会有互女性参加的想法。伫去年也第一遍派女歌手出去比赛，今年放松的范围从亚当扩大到健力比赛。به رسمیت شناخته نشد، دیده نشدیم. مسابقه‌ای که دادیم هیچ کدوم ارزشی نداشت به نظر حالا جامعه یا حالا دید مردم واقعا به نظرشون هیچ ارزشی نداشت و هر جا هم که صحبت می‌شد میگفتن بی‌فایده است فقط دارید الکی وزنه میزنید. مشکلاتمون این بود. 若是放松伫国内，姚炮算已经消退了，要成立国家队，为了后的亚洲帕拉运动会备战。讲是女健力选手出赛，也是伊朗女权的新里程碑。记者综合报道。在镜头来发觉，伫巴黎塞纳河边有几排卖二手车卖报纸的摊，是当地观光特色，已经伫遐超过100年历史。不过因为今年受疫情影响，无啥生意。 所以有真侪人就真烦恼，烦恼这北巴黎招牌风景会全消失去。准锁匙甲挂显开，内面摆满各种珠，这是巴黎塞纳河边上有名的4挂二手珠担。几多百年来，有真侪爱珠人伫咧遮看珠、谈珠、买珠、卖珠。不过因为疫情，即马抑阁伫咧营业的珠担无多。 On y vient pour l'échange humain qu'on a, les rencontres de partage, de transmission de connaissances dans les deux sens. Nous, on apprend, mais parfois, on enseigne. Vous voyez et ça, du jour au lendemain, ça s'est arrêté pendant 2 mois. Ça s'était jamais arrivé dans l'histoire des bukinistes. Pendant 2 mois, les boîtes d'équerre ont été totalement fermées. Non, pas une boîte n'a été ouverte. 伫疫情发生前，有200多位珠商沿着3公里长的步伐伫咧卖珠，伫塞纳河边形成正特别的人文景观。 只是因正前受网络资源的影响，生意就较歹。怎么讲拄着疫情影响，主要人客、观光客拢无看影。Les chiffres d'affaires se sont effondrés vraiment à partir du 15 août. Et là, c'est vrai que bon bah, moi j'ai vendu un livre à 16 € là aujourd'hui. Bon, j'ai un autre client qui passe. Bon, mais là je serai payé dans le futur. Mais bon, et encore, ça c'est une belle journée, vous voyez. Mais pour moi. 有按坚持营业的客来讲，疫情发生了，有一寡单规工赔无一本书，规期歪开。伊担心，就算疫情过去，珠商也袂阁转来。不过，这款珠担甲其他珠店无同，毋但是旅游景点，也是重要的文化资产。Les quais de la Seine sont indissociables de la présence des bouquinistes. C'est à la fois une œuvre poésie, une œuvre historique, etc. On peut pas, c'est comme si on enlevait la Tour Eiffel ou qu'on démonte Notre-Dame de Paris. 巴黎市会进前甲河边的古珠担列做特殊景观，无收租金。不过因被归纳是珠商，无法度领观光产业的补助。看来希望政府关心这款珠担生活，也正伫咧推动甲古珠担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希望塞纳河边100年来文化传统会当继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 当年9月份到11月份，台语号做海家的这款座头鲸，这款海翁会对南极水域，澳洲袂登去南极水域。伫澳洲就翕到济济的这款海翁，对澳洲东部的沿海规定一路向南，场面真大。吐出水面，喷水喘气，
或者是正优雅的表演花式海尾溜。自9届到11届，是座头鲸自澳洲北部温暖的海域向南边迁徙登去南极水域的时阵，几条清净海岸收过变做一条海上的海岸高速公路。伫澳洲东南部海边的一个镇伊顿，就是看海岸上好的所在。今年受疫情影响，来看的人去减半，不过海岸的数量是颠倒多，看的人运气真好。So many whales. I've never seen so many whales in one area. And the way they were breaching and flapping their tails and that sort of stuff was great. Didn't expect to see like 20, 30 odd, but was happily surprised. Yeah. 有30年经验的业者讲，今年会当看到的是这个成人的海岸，因为伫咧澳洲水域停留找物件食，9月底到10月开始向南平游。Years ago, they presumed that they didn't feed on the way back or up, but now the scientists are recognising they are feeding. So, just certain conditions may be different this year to last year, but they're definitely feeding this year. 根据海洋生物学家的观察，每年5月到7月，海洋伫南极水域渡过热天了，会迁徙到澳洲的北部海域，伫遐找伴生囝，一直到9月才会向南平线。伫澳洲海域的座头鲸，不因为人类南部濒临危险，最近几年禁捕令颁布了，数量有明显增加。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24节气的寒露，天气会愈来愈寒。今仔日咱受东北风影响，伫这方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云会较高，会落局部阵雨。伫新竹以南是侪云到好天，若过到了后，南部的山区嘛落阵雨。要提醒乡亲，即马各地早暗较凉冷，日时暗时温差嘛较大，爱会记得晒衫。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是20度到28度。虽然有3天的连续假期，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乡亲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